こんばんは，咁我哋錄翻今日個重點先嚇。今日最主要咧就係講緊呢一課裏邊有幾個動詞咧，都係用緊個加字助詞跟話加ります嘅。咁要留意嘅地方就係話，首先話加ります跟呢三個動詞應該咁講，個加字跟以前呢三個動詞。第一個就喺筆記嗰度做緊個話加ります，話加ります係明白嘅意思，前面用加字助詞啦。咁你前面係擺名詞嘅，譬如你識明白日語，或者將日本語がわかります。咁其實如果佢唔係做緊對比咧，你做緊否定咧，講 statement 嘅時候咧，你都係用翻個加字就 O K 噶啦。下邊個例子係因為做緊對比，我就唔識日文，識英文，咁先會用咗哇字嘅啫。咁我哋就係睇第一個例子啦，其他就睇翻你 looks 嘅例子啦。另外就係如果佢做問答句嘅時候，你先會有機會用個哇。如果唔係，你可以懶用個最簡略嘅方法就係はいわかります，而嘢わかりません就得噶啦。跟住第二個文型係見えます，係睇到，就唔係你控制之下睇到。譬如可能你坐緊架車，望到啲風景，譬如坐緊新幹線睇到富士山，或者你喺堂上面望黑板，但係望到出邊望埋到隔離個鐘，咁呢啲情況都係見えます。用親見えます嘅話，就要用地點之後用個卡啦，就唔係爹噶啦嚇，由嗰度睇到一啲嘢。咁另外聞こえます都係啦，聽到，咁亦都係用加字嘅。譬如佢呢度亦都係由某個地方聽到一啲聲音，要小心啲。我哋呢度做緊生字嘅時候咧，有個音係機械式嘅聲音，聲係人類或者動物嘅聲音，呢度要小心啦嚇。咁呢度係第一個文型，我哋要注意嘅嘢。咁跟住我哋就做咗個東啦，跟住我哋學咗東啦加名詞嘅做法。首先我哋講咗喺你筆記嗰度第一個做法先。你個筆記有得兩個例子嘅啫。咁第一個例子嘅做法就係講緊後邊嘅結尾一定係講緊喜歡噶啦，咁容易睇嘅。for 你啱啱初學嘅話，咁東啦加名詞嘅意思係怎樣的 ？OK，譬如 Lisa 話東啦料理が好きですか？你中意乜嘢料理啊？嗱，要小心啊！喺日文裏邊咧，呢個位置咧，我哋咧就唔可以用 nan lo料理嘅，得唔得？nan lo 嘅感覺就講唔到個類別出嚟㗎啦。當你諗到係用 nan lo 嘅時候咧，你就記住今日學嘅東啦啦，知唔知？東啦加名詞 ，OK，咁所以呢度加乜都得㗎啦。咁記住分開兩個用法，一個就係跟喜歡討厭，sorry，一個就跟喜歡討厭啦，多數跟你喜歡啦，呢一課裏邊做緊。譬如好似呢度咁啦，Lisa 話東拉料理が好きですか？私は辛い料理が好きです。我中意辣嘅料理，甚至乎你話埋俾人聽，我中意日本料理都得嘅。跟住啦，問千神中意啲乜嘢書啊？講清楚俾人聽啦，中意歷史嘅書。咁呢個係第一個例子嘅用法。咁跟住第二個例子嘅用法係仍然都係東啦加名詞啦。咁但係要留意嘅地方，因為佢係問你感覺嘅，覺得個地方係點啊？芒果湖話東啦都普羅迪斯卡，旺角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嚟㗎？咁你就要用形容詞形容你自己嘅感想啦，再加翻個名詞做答案。芒果湖話伊基亞卡啦都普羅迪斯，旺角咧係熱嘅地方。跟住問人物都得啦。山田先生はどんな先生ですか？山田先生は綺麗でいい先生です。接駁兩個形容詞，最收尾加翻落去。咁呢個就係之前學嘅接駁方法，應該冇乜影響嘅。温書咁樣當題，你嘅分別就係話譬如講緊應該唔會東啦，呢度唔會多ですか先應該做。Okay。
注意下，譬如人哋問你，我哋學呢兩課學咗兩個疑問詞啦。東京話你去完日本翻嚟啦，問你或者正常地問你對日本嘅感覺，東京係點啊？東京話どうですか？にぎやかです。呢個就答形容詞嘅做法，就咁答個形容詞啫。咁如果我哋今課學緊嘅問你東京係一個點嘅地方，咁因為佢係問緊點嘅地方，咁所以你答嘅時候咧就要講埋個感想啦。你覺得佢係一個熱鬧嘅地方。咁因為而家呢個係拉形容詞啦，咁所以呢個接駁落個名詞度先會加個拉嘅啫。如果依形容詞就咁擺落去啦。咁今個禮拜學嘅嘢最主要係呢啲部分。咁我哋冇功課做噶啦，咁可以開始温下睇下第六課有冇唔清楚啦。咁我哋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